我9歲嗰年就確診咗1型糖尿病，導致咗有一個痛症嘅併發症出現啦。畢業之後，咁我就做一個文職嘅工作啦。咁因為視力開始變差嘅關係咧，咁喺工作上成日都出錯，就影響咗個情緒。咁最後就選擇咗離職。咁離職之後，有一日喺屋企暈低咗，意外骨折啦，咁就需要住院就做手術嘅。咁住院期間咧，咁就確診咗糖尿上眼。我而家雙眼咧就剩翻3至4成嘅視力啦，咁視野就收窄咗，影像咧都比較模糊嘅，有時甚至咧會有黑影咧阻擋咗視線。喺養病嘅期間咧，我就因為骨折所以坐輪椅，咁成日都困喺屋企。做社工嘅家姐咧就建議我參加香港展能藝術會嘅工作坊，呢個建議改變咗我人生。喺2010年嘅時候，我透過香港展能藝術會接觸咗當時仲係新興嘅沙畫藝術。沙畫係以光影效果去呈現，配合觸感，用手部嘅動作將沙粒變成唔同嘅影像，就好似魔法師一樣。透過沙畫嘅創作同埋表演，我唔單止重拾返自己嘅自信，仲透過香港展能藝術會嘅社企，參與咗好多商業嘅演出同埋公眾活動。太古基金嘅慷慨支持如同一束光，照亮咗阿芝原本灰暗嘅人生軌跡。沙畫創作如今已經成為咗佢最真摯嘅技藝，為佢開拓新嘅收入來源，自食其力。回想過去，阿芝諗唔到能夠以沙畫重拾色彩嘅人生。如今嘅阿芝能夠自信咁喺沙台上揮舞，幻化成一幅幅觸動人心嘅畫面。佢唔再係被病痛困住嘅女孩，而係一位以藝術療癒自己、啟迪他人嘅藝術家。